Also da Tomatilliam 아주 사람 중에 신신한 게那么，首先 최로 要问候透过网络收看的所有法友们，问候大家好，身体健康。那本来课程应该是昨天有上课，但是呢改到了今天。但结果呢，昨晚呢也一直到今天凌晨5、6点都还没睡，所以呢，我这几天也都没有特别睡得很好。那所以今天可能这个声音会有一点哑。不过我想大家也都习惯了，就是这次课程时间会总是会更改。或许大家可能会觉得我好像比较喜欢改来改去哦。但其实呢，真的是并不是我很随便啊，说想改就改，而是真的是现在手边事情还是有些多。那除了准备课程之外，那也的确也要处理一些事情啊，所以在这里也跟大家也请求大家的一个这个原谅。那么昨天是波卡杨斯仁波切的生日，所以今天现在借这个机会，那么祝这个仁波切生日快乐，也祝福仁波切这个佛心事业增长。同时呢，也希望这个护持仁波切的所有的人，包括最主要的堪布多云仁波切，还有他身边所有的人，像是总管等等所有人也祝福你们，也谢谢你们。那么好的，今天主要讲的内容是什么呢？那么当然主要课程内容是讲到了第31个颂文，但是呢今天先不进入颂文，主要是在上堂课中讲到了第30个颂文中提到法王米支多杰新建了许多寺院，尤其呢是建立了很多所谓的佛学院，或者说叫辩经学院，而且建立了很多的这些密乘的密咒学院。而这些学院的兴建呢，很多都是由他想办法，或者说由他所出资兴建的。当然一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是从他手中拿出钱来这样兴建的，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哦，而是的确很多当时这些寺院的学院的兴建都有在地的这些施主们，他们会供养出这个土地，就是新建的这个土地，还有那么也有这些新建寺院的这些赞助的资金的这个施主。但一个寺院的兴建不够，最重要的是寺院当中的僧众必须要源源不绝，所以还必须要有能够不断提供这个僧众来源的
这个叫做当地的这些领主或者叫国王，所以他们是有这样的权利能够提供这样子的僧众出家。就像之前课程中有提到，那个丽江的土司丽江的王总是会每年会提供500位僧众到寺院出家，沙弥让他们出家。所以可以看到呢，要新建一座寺院，或者说要新学建立这样一个佛学院，的确是要具备很多的这些各种因缘的，不只是外在的建筑，还有内在的这些佛像我们叫身口意的所依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具备的。那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这是法王米支多杰跟历代噶玛巴比较不同的一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新建佛学院，或者说他对于这个佛学教育的推广是非常的关注的，非常关注的，所以他建立了这么多的佛学院。那针对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从2个方面来说明。首先，一个投影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是2个原因。第一个角度，第一个原因是从米支多杰他的想法上我们来看，因为他是主事者所以我们必须从他的思想、他的想法上去了解他为什么这么注重心学。第二个方面是从其他教派怎么来看这件事情。那所谓的其他教派，就是指总之是从其他人从外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呢，就是首先米支多杰他自己的想法是什么？那这里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一些历史背景，那就是噶举派的第一座这个佛学院，或者说第一座辩经学院是什么时候兴建的呢？就是第14世纪的时候，大司徒蒋丘蒋彩，他是帕竹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帝司的第一个帝司，他在这个泽汤所建立的这个佛学院。那这可以算是达波噶举教派中的第一座寺院。那这部分的历史之后有机会再跟各位说明。那至于我们冈仓噶举教派当中第一位建立这样的佛学院的人呢是谁呢？就是第7世法王噶玛巴却扎嘉措。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新建一座学习主要显称的这样子的辩经的佛学院呢？原因是什么呢？在他的一个叫突谦住席地这样一个寺院的清规中这样一篇文章当中有提到。那这篇应该就是出自于他所写的这样一个寺院清规的这篇文章。那大意主要是我想讲一下这个大意是什么。就是很多闻思的人呢，他们不想要禅修，然后呢透过各种原因呢，然后加以诋毁
而那些修行的人呢，也不想要文思，然后也对于那些文思的人呢进行诋毁。这样下去呢，大家就是可以说彻底毁掉了这样的所谓的佛学院和禅修院的这样的一个佛陀的这样一个传统，佛教的这样一个传统，最后可能连这样的名称也都没有了。所以缺扎贾措他就说我不忍这样子的情况继续下去，所以呢他要成立这个佛学院。这样佛学院当中基础主要是学习文法、内明还有三藏的佛教典籍，但是在学习这些典籍的时候，他提到如果学习的是藏传的这些内容的思想的话，因为藏传当中因为有不同派别的思想，所以可能会容易升起贪嗔的这样子的纷争对立。所以他提到说，主要要完全以印度的原点和注解为本。所以呢，这样的佛学院最开始是以文思，然后最后让他们能够实修，那就是他就提到说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佛学院。所以总之，我们从刚刚这一段法王缺扎嘉措的文字当中，知道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佛学院。以前没有，从他开始成立佛学院，就是因为要能够弘扬佛陀的教法和正法，那就必须要透过这样的，就必须要透过佛学院和闭关中心来弘扬。所以教法和正法是不可分割的，这是一点。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如果佛学院里面教导的依据的这些文献或者说课本教本是藏传佛教的典籍，那可能呢会增长各种这些对立贪嗔烦恼，有这样的疑虑。所以因此他强调要依据印度论点为原点讲说这样的重要性。所以呢，缺扎嘉措最初在成立冈仓佛学院的时候，所以第一个就注意到这个要学修要并进的，不可分割的。同时呢，第二个就是要注意，他那时候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如何避免藏传佛教内部当中不同思想的对立和纷争。所以说要这个多阅读的是印度论点原点。接着呢是第7世的法王噶玛的弟子噶玛巴的弟子噶玛钦列巴，他就接着又成立了另外一个佛学院，叫列谢令佛学院。之后呢，从这所佛学院中毕业的学生很多，比较著名的学者有来自冈波的坚阿达波扎西南嘎，再来还有一位著名的学者是包沃祖拉陈瓦，他也曾经在列谢令佛学院中呢受过教育。所以不只是看第7世法王缺扎嘉措他成立了第一所佛学院，而且他的弟子就是噶玛钦列巴也成立了这样的列谢令佛学院，而且也培养出这么多的这些学者，重要的这些大师跟学者。那不只是冈仓噶举当中，之后在竹巴噶举当中，也就是竹巴噶举的坤谦边玛噶波，他也成立了竹巴噶举的佛学院。但是当时呢，也有一些竹巴噶举内部的僧人就说，
他们不了解为什么要成立佛学院的意思，所以呢，他们也有一点诋毁说，这样子成立佛学院的话，会让这个竹巴嘎举当中的一些学说就变质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对于这些内容一些回应啊，在竹前贝玛嘎波他的传记当中都有很清楚的一些记载。总之呢，成立佛学院第一个就是嘎举冈仓嘎举就是缺扎嘎错，但是真正大力的推广这个冈仓，这可以说嘎举佛学院这样佛学教育的最有力的人就是法王密居多杰。那他为什么这么注重这个佛学教育？原因呢？我们可以从他在对于有一个佛学院叫做嘎擦伽玛雄鹿林佛学院，我们在之前的那个课程当中有提到，是他所成立的几所佛学院当中的其中一个。所以这所佛学院是最开始设在噶千世间岩，就是噶千大营当中。所以最开始这个佛学院是随着噶千大营呢到处的移动，然后最后呢才真正的常住在一个地方。所以呢，在法王密居多杰他所写的这样一个为了这个噶蔡伽玛雄鹿林的一个清规或者叫规章文，这个佛学院的规章清规中就有一段文字那不照着念大意是说，过去的历代噶玛巴呢，那么由于都真正专注于这样子实修所以实修传承呢都非常亲近的延续下来。但是由于时代的一个变迁，这样子佛教的精华，尤其是达波噶举呢，就开始式微了。而且真正能够误入的，真正这样子的实译者是非常的少。而且因为尤其很多人的这些错误的分别也造成了太多的纷乱，太多的纷争。也就是说，他发现到第80法王发现到很多人不管是内部噶举内部或者是其他教派的人，都对于这个噶举派呢都有很多的错误的误解。因此呢第80法王接着说，他就第7世噶玛巴的这个逻辑海点呢，就是法称论师的这个这个量论的逻辑海点的这个广释来做教授。同时呢，他也为了象征自己也像是他的弟子地支师法王的弟子一样所以他也以著作典籍来利他。如果因为这样子能够帮助这些学习的僧人能够成为他们的助缘，那总之这样的辛劳成为他们的成就菩提那是很好的。总之还有这样的一段文字。另外还有一个是密居多杰的一篇自传是他在一个天文山间所写的一篇自传。大概就是说
这个大意是说，第七世法王，总之这是一个颂文哦。法王说他先念过一遍这个颂文。那这一篇自传呢，有2个版本，那么文字上有一些出入，但总之呢，这一段颂文它的大意是什么呢？就是说第八世法王他曾说，他说第七世法王呢，曾经亲口有这么说过一段话。总之，我们说，首先知道第七世法王成立了佛学院，也写了这个有关量论的一些注解等等。然后第七世法王却亲口说，他今生当中没有对于经典对于这些显称的经典做这样子太多的讲说和听闻，他甚至连一个颂文也没有完成过。因此呢，来世必要做到。就第七世法王有这么亲口说过，所以他就说由于有这样第七世法王这样的一个口谕像我这样的一个愚人也升起了勇气，所以从18岁开始就建立这个佛学院等等。然后所以从这一段来看就是说第八世法王他之所以那么注重这个佛学教育，就是因为也有第七世法王这样的一个预言。那么同样呢，在米觉多杰的行持本身中也提到呢，那么过去呢噶举派当中呢没有太多的这些嚷江吧，就是所谓的这些智者学者吧。他这一段里面就记载说，但是现在就是噶玛僧院中，或者指的可能就是可能不是特别指某一座噶玛僧院，总之是指所有的过去的新的旧的这些噶玛巴的这些佛学院当中就有50多位这样具备了这样子嚷江吧，就是学者的名号的这样子的人，可以称为学者的人就有50多位。所以在米觉多杰可以说，在他那时候也培养出非常多的，由于他大力的推行这个佛学教育所以培养出很多的学者。尤其呢，法王米觉多杰不仅是建立辩经学院、显称学院，他也建立了很多所的密咒学院。而且呢，他也广大的这个推行密乘的这些教育还有各种的这些仪规、仪轨、仪式。例如在米觉多杰行持本身中也提到，就算呢不如过去密咒乘传统那般隆重，但是现在的僧众还有这些断行者，还有这些所谓密咒院的行者，他们对于圣乐密集、欢喜、喜金刚、大威德、大如来金刚、红色、延曼德迦、大黑天、红观音、金刚亥母、十轮等本尊法的成就坛城、金刚舞、唱诵曼达拉、仪轨等各方面，他们只要过去没有的，他们现在也已经建立好整个这些的学习跟这些方式他们都了解了，或者过去已经失去的部分他们也都完全恢复了。
所以这里先做一个总结哦，就是我们知道之后呢，藏地呢最主要有分为佛学院还有这个禅修院这样的两种传统，大概可以分成这两派这两个传承。举例来说，萨迦和格鲁最主要是可以说是佛学院的传统，至于噶举和宁玛最主要是传承了整个禅修院实修的这样的一个传统，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一种情况。但是实际历史上来看，萨迦格鲁派这样传承当中，的确学者也背书哦。那噶举和宁玛派当中，成就者也是非常的多的，这也的确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也要知道的是，这里我们分为所谓的这个佛学哦，讲说和禅修分成这两个，但这只是对于特点上的一个强调而已。如果呢，因此而认为说只需要佛学而不需要禅修，或者只需要禅修而不需要佛学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误解了。这并不是这里我在这么说我自己的想法，而是过去的祖师们也总是告诉我们说，学修是要并进的。而且最主要就像过去世亲菩萨就说，佛正法有二，为教正为体，有持说行者，此便住世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佛教可以归纳为教法和正法这两个部分。那如果要弘扬佛陀的这个教法，那就是要透过佛学院的讲说，这是透过佛学教育。而要在心绪中升起这个正悟呢，就需要透过禅修，就是实修，所以这两者缺一不可的。所以并不是说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不是这样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有先后顺序的。比如说，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再做什么，甚至最简单的一个比喻，就好像我们说做饭吧，做菜，首先你要知道怎么做，你要先具备如何做一道菜的它的知识，然后才去购买一些这些做饭的器材，然后开始实做。所以就像是这个比喻一样的，所以想说的就是这个佛学院和禅修院或者说佛学和禅修是同等重要的，只是说有时候先后的顺序会有些不同而已，但并不是说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并不是的。所以呢，冈波巴大师曾经就告诫我们说，初学者要努力于闻思。接着冈波巴大师说，接着呢，扎实稳定之后，就是说他的闻思呢都清楚了，稳定之后再进入修持，再进入禅修。同样的，杜松前巴呢也说，智慧呢是无比重要的，但是呢，这种囫囵吞枣的这种知识囫囵吞枣这种得到的知识，它不是智慧。要升起什么呢？要升起闻所成慧，帮助我们认识烦恼，同时要升起思所成慧，压制烦恼，然后要升起修所成慧，根本断除烦恼。所以这种
只是囫囵吞枣的知识或者说只是懂得很多的那样的知识那并不是叫智慧。所以就像这里祖师大德们所说的一样，法王米支多杰也很深切的知道，这是身为噶举的弟子，首先就必须要有很完整的、很扎实的文思，还有学习显密的典籍，这是在思想上打好正确的这个基础。最后呢，才到所谓的山间山岩上、山间雪山上再进行禅修，有所体证。然后真正那时候在仿效过去噶举祖师他们的这种善妙的这种心意，那这才是真的我们说叫子承父业，才是真的是一种传承，子承父业。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法王米支多杰他为什么重视佛学教育、推广佛学的他的想法在哪里。那再来第二个原因是其他教派的看法对于噶举冈仓噶举成立佛学院的看法这件事情那当然很多教派有很多的看法，但这里主要举的是擦谦罗塞嘉措这一位大师他的一个看法，就是他对于这个噶玛巴米支多杰这个成立佛学院推广教育他的看法是什么。那在引用他的说法之前，首先我们要对于这位大师是谁有一个认识。这位擦谦罗塞嘉措他是萨迦派的一位大师。我们说萨迦派主要有3个传承的大师，就是鄂宗擦，可以说这3位大师鄂宗擦3位大师，他是这3位大师之一，他就是擦巴派的这个宗师，他也是多人贡邦巴的星子，他可以说是集学者和成就者于一身，但是比起学者这样的身份，他更像是一位成就者。他最开始是在这个格鲁派的扎什伦布寺学习，然后他跟随亲近根敦嘉措大师得到这个沙弥戒尊者，就是第二世尊者根敦大师得到沙弥戒，而他的这个法名洛塞嘉措就是第二世尊者赐予的。后来呢，他为了治疗他的脚的疾病所以第二世尊者根敦嘉措就特别把他就派到了萨迦派的上师，就是这位朵林贡巴巴那边去学习。那后来呢，他就留在那边了，他也就成为了萨迦派的这样一位大师。一般会说呢，萨迦派有这样的说法，有精通显称有3位大师，精通密称有3位大臣等等。那精通显称的3位学者是雅寻荣3位，精通密称的学者是鄂宗擦3位，还有显密皆精通的是果世仁达3位。那这里面呢擦谦洛塞嘉措他就是精通密称的3位学者之一。那总之我们这里知道他是很著名的这样一位学者，而且他这里也亲近过很多位上师学习，他也跟随过噶玛钦利巴学法。那他有2位如日月般的弟子，一个就是钦哲汪丘，另外是莽退罗支嘉措。之后呢，尊者这个梭难嘉措也在他跟前听过法，甚至第5世尊者也跟随过他的弟子传承的弟子学过法，而且呢，第5世尊者呢也撰写过擦谦大师他的传记。那他的故事历史大概讲到这里。总之呢，他的自传中有这样一段提到说，当他有一天到这个哲梦雄的杰莫切地区的时候，刚好法王米支多杰呢也到了一个熟尼莫这样的，也到了一个熟这样的一个地方。
当时蜀的那边的人呢，也都是属于这个第八忍崩把归属的地方，所以当时第八忍崩把的人就告知当地的臣民说要盛大接待这个噶玛巴，所以当地的人就莫松当地的臣民就非常欢喜的准备盛大迎请噶玛巴。但是罗斯贾措他这里记载，他说他心中就想，我也不太认识他，他也觉得我也不感到不觉得有特别什么高兴，特别兴奋这样子。总之他当时大概见了很多人，很多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要见一下噶玛巴？当时他就说，这个噶玛巴他大概也很可能是一位圣者吧，但是呢，他的意思就是他或许可能是一位圣者吧，但是在他的见闻和他自己的认知当中，真正的噶玛巴是达波仁波切的3位主要弟子，就是康巴3人当中的那个杜松前巴康巴乌塞。他接着说，如果他们有尽到自己的本分的话，那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将印度纳洛梅济等教授，还有藏地马尔巴、密勒日巴等传承下来的这个修持传承，这是他们应该要守护的。但是呢，他们都没这么做。但就像是谚语所说的，该涂白漆的佛塔放任不管，却在不需上漆的山壁上涂上白漆一样。这是本来这一段谚语就是说，一个佛塔不是应该要上漆吗？供漆，白色的漆嘛。但结果呢，却不管这个佛塔，让它变得黑漆麻乌的，然后结果却在那个山壁上却涂上白漆一样。意思就是说自己本分是不做好，去做一些其他有的没的，这个意思。他们呢，根本呢就是比不上萨迦和格鲁，但是呢，他们却妄想着想要分庭抗礼，然后试着想要去办，就是想要办佛学院啊，做这些辩经啊等等。所以他们好像在做着很多这些事情呢，但是却质量也做得不是很好。接着他也继续写他自传中继续说，就我知道世间上很多这些大官啊、小官啊、仆隶啊等等，总之呢，大家都，他总是跟在这些人身边做着很多事情，然后他完全把那些传承上师的教言丢在一边。现在呢，据说连噶玛现在据说很多这些噶举派里面稍微厉害一点的主古僧人都被他这些带走了，然后一些佛学院噶举派一些佛学院还有一些其他的僧院好像也对他有所批评了，所以他对他是生不起信心的。所以意思总之这一段他在说，就说米居多杰该做的就是应该好好做实修，
不应该去做这些不是他本分的事情，就是去成立那些佛学院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就我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呢？但这是从蛮多地方各个角度来看，就是法王米芝多杰对于佛学院、佛学教育是很重视。他其实并不是想要和当时其他教派萨迦格鲁的边境佛学院去竞争，或者说也不是要模仿他们，他不是一种没有主见的这样的一种想要这种舍本逐末，或者说是想这种没有主见的一种作为，不是的。的确像这个萨迦拜大师所说的，过去的噶举拜大师、历代噶玛巴是以实修为主，但是越到了后代或者说靠近近代，真正的具备信心精进的人是越来越少的。所以真正这样子投入实修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一个原因。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来说，在噶举派教派当中，包括其他派别当中，对于噶举的法教还有传承，也存在着很多这种无知、误解还有疑惑。所以真的要赶快的提升，就是整个佛法整体还有个别派别的这个知识教育是至为关键的。在另外一方面来看，我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研究法王米芝多杰的我们可以从他的教言集中可以发现，他为什么那么关注这个佛学教育就是看到他自己对于像波多瓦教言、像修心序等等噶当派祖师的这些典籍，还有马尔巴、密勒日巴、冈波巴、帕莫主巴、香策巴、直贡、吉天松公等噶举祖师这些教言，他都特别的重视。他对于这些大师们的著作教言，他不仅仅是认真的自己文思学习，他也为别人广说教学，而且呢，他也撰写非常多相关的这些注解。而且呢，他无论在讲说显密任何主题的时候，都可以看到他对于噶举祖师思想的着重和强调。尤其呢，对于护主直贡巴大师的正法疑义就是法王尊称他为达波噶举的大部派法王一生当中就多次听闻讲说过这部论点。现在在他的教言集当中，正法疑义的注解就有4卷之多，所以可以说米芝多杰对于佛学讲说体系的这个传扬他不是在模仿其他人，更不是想要和谁去竞争。那为什么呢？其中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再不学习的话，就像大斯陀讲载的遗言当中他就有提到说，他说其实过去如来三世诸佛都是集学者成就者于一身者，但到了后世，我们这些禅修者却无法成为一个学者，因此会被所有人批评为诋毁为愚笨、顽固、无知的禅修者。所以这样的问题最后会落得什么呢？佛法上呢也得不到承认，世间人法上呢也不被认同。所以法王米芝多杰
真的是很急，要着急。他说，如果再不学习的话，实在是来不及了。所以，而且当时再加上这一段里面看到说，也遭致很多人的诋毁哦，说只是一种愚笨、顽固与无知的禅修者。就是这些噶举派的行者，就只是在山上这些闭关的人哦，禅修者、愚痴无知的禅修者。所以可以说，法王是在这样一个非常迫不得已哦，非常也可以说很着急的情况之下，不得不成立佛学院的。所以不是为了要跟谁去竞争，或者说这种跟其他教派去分庭抗礼的，不是的。在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也不能够总是说噶举不共的思想多难得，然后而是就把它留在自己的枕边哦，像手掌般大小的这样一个珍贵的东西留在自己的枕头边享受而已，这样也是不行的，而是要用于真的把它开显出来，用在解释佛陀的教言和大经大论上，这样子你才能够去跟别人交流，就是要让这些噶举祖师不共的思想，祖师这些思想用在这些大经大论的解释上去跟别人交流，这样才有用。就是因为没有这么做，所以呢才招致很多的批评。所以我觉得法王米之多杰他成立佛学院，他也不就是说建立一个地方放了一群人在那读书，他不是的，他是真的，他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真的去将这个达波噶举不共的思想用于解释佛陀的经典和大经大论，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跟更多人其他教派做一些交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贡献。所以也因为法王米觉多杰的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说噶举派当中对于大论的注解，你看我们大家能够阅读学习，同时还能够在其他人面前可以拿出来炫耀的，大概就只有第7世、第8世噶玛巴还有偏知贝玛嘎波大师等等的注解了。如果说我们冈萨噶举当中这些大师们没有他们的注解的话，这些著作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些可以说经典可以看了。所以现在我们再回头去想在几百年后再回头去想，才真正知道说这个第8世法王真的是不可思议，真的会特别的感动。譬如说90年代的时候吧，第16世法王噶玛巴当时印制的这个8磅版的米之多杰的一些论著总之送到了这个藏地。当时呢噶举派的很多僧众们就是他们也在佛学院读书的僧众就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欢喜。当时其他教派的法友这些僧人也都很惊讶的说，你们噶举派也能有这样的论点呢？真是意思就是说好像不太可能有这样的论点呢，他们都很惊讶。是当时有些堪布真的这样亲口跟我说过，但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近200-30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噶举派的佛学院大多都被毁坏了，很多的大经大论也都被这些很多讲说的传统也都断绝了。虽然之后在康区的巴棒苏曼这些地方恢复了佛学院，但是呢
也有讲说几部的13部大论等等啊，但是却没有办法讲说这个第7世和第8世法王的著作。所以呢，别说别人了，就是包括自己人呢，也都以为噶举派或者说冈藏教派当中是没有这个5部大论的注解，所以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是这个情有可原的。但这个无论如何，上面只是举了萨迦派这位大师擦谦洛珠ял措他的一个说法，他这是一个代表，但其实其他教派有太多的一些说法了，时间不够就不多说。但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噶举派的命吧。这是一方面来说，噶举派就算学习了大经大论，成立了佛学院，能够与萨迦格鲁派相分庭抗礼吧，但这时候又会被批评什么呢？你没有尽到实修传承的本分，好吧？那我们就但如果说不好好读书，然后那这时候噶举派的行者大手印的修行人又被批评为只是这种愚痴顽固的禅修，这种山中的外道，所以好像不管怎么样怎么做都会被骂，这大概就是噶举派的命吧。总之呢，法王米支多杰在我们上一堂课有提到，他成立了很多这些显称密乘的佛学院，像是那今天呢，我想主要讲一下有一个叫做噶猜噶玛雄路令，但我想先休息个20分钟。大家想讲，你要对噶猜噶玛雄路令给中文中世没有巴拉斯，他的米居多是一个。那么接下来要介绍一下，这个是法王米支多杰他所建立的许多佛学院，显称佛学院、密乘佛学院当中的其中一座，叫做噶玛雄路令佛学院的缘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那么因为方便起见所以分为几个大概9个10个10点9点10点来做介绍。那首先呢是最初新建佛学院的缘起。那么我们主要依据的是贤者喜宴还有这个冈仓经曼月亮水经曼这样的2部著作当中有记载。记载都是在水龙年，就是1532年藏历的10月当中。这时候，这个法王米支多杰还有噶谦大营的众人就抵达了公布的大瓦擦空这样的地区。那当时就邀请了列谢林佛学院的僧人。当时列谢林佛学院刚刚有讲过，是由第7世法王的弟子噶玛钦列巴所成立的，所以当时列谢林的当时有一些著名的学者仁谦列巴，还有让江巴桑巴桑杰也谢等等，有10位格西。那最主要以这10位格西的基础之上，再加上其他几位著名的学者，也就是当时呢已经跟随在法王身边听法的，有阿里的让江巴，就是阿里的学者丘朗列巴，还有康巴的这个学者森格桑波，还有古格的这样一个学者德敦巴等等，这些学者甚至是聚集起来总有20多位学者。
所以就在这20多位学者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就成立了在噶千大营当中的这样子创建起来的一个噶玛雄鹿林的佛学院。所以这个佛学院呢，就是随着噶千大营呢到处的迁移跟移动。那当时呢，主帐篷呢就是噶玛巴的主帐篷。那这时候的，比如说次的帐篷，主要指的是其他法子的，像是加查巴的，还有这个夏玛巴的帐篷等等。那当时成立佛学院时候，最主要给予教学的这个老师是谁，并没有记载得很清楚。但是之后有记载说，那应该就是任谦雷吧。那当然这还要进一步研究，这是因为当时他是在雷谢令的噶玛僧院的这个学者任谦雷吧。那这位学者他后来到了木雅这个拉蒂噶登林寺，又成立佛学院又开始无部大论的教学。那这个拉蒂寺呢，现在还有，在木雅地区还有。那我是看到了一篇对于这个寺院的简略的介绍。那后来呢，因为蒙古军进来呢，就摧毁了这个拉蒂寺，这个噶登林佛学院。现在呢，后来就成为了现在的宁玛派的一个寺院。但总之呢，这位任谦雷巴呢，他可以说是米支多杰当中呢，这个著名的学者当中的最主要一位弘扬佛教利益众生很重要的一员。再来第二点啊，就是巴沃祖拉陈瓦担任这个佛学院的阿舍离。这是在水蛇年1533年，在藏历的9月，这时候法王米支多杰呢，就赐予巴沃祖拉陈瓦这个一尊，这是由珍宝所塑造的他的塑像，他的就是法王米支多杰的一个塑像，还有一部呢法王他亲笔的著作，这个戒律大书。同时还有呢，这个有狮子纹路的这样一个绣花的这样的一个刺绣的绸缎的刺绣的这样一个方形的丝织品或者叫佛贝。总之有这样的3个物品赠送给巴沃祖拉陈瓦。同时呢，又说因为你过去有宿世的愿力，所以就安排他委任他为噶玛属伦林的教学阿舍离。这在巴沃祖拉陈瓦他的传记有个叫《容貌镜中显现》这样一部传记当中呢，有清楚记载。在这之后，大概是5年之后，就是火鸡年1537年。总之，在这5年当中呢，这个巴沃祖拉陈瓦呢就在那里任教，他就从舍类学这样子开始教学，然后再讲授中观、现观、戒律、俱舍、量论等等，还有甚深内依二品序、宝性论等等这样的论点。
所以就培养出众多的这些精通显密的这些学者，同时也广纳了具备这种绝解两种功德的这样的广大的僧才哦，所以在他带领之下，这个学院呢就变得非常的兴盛昌隆。再来第3点，这是在巴乌祖拉成瓦之后，是由阿里的学者叫丘朗雷巴担任了这个教授的阿舍离。那么他呢是在火鸡年1537年藏历2月，当时呢米居多杰还有噶千大营就到了直贡隆绪扎西草原的时候，扎西汤的时候，这时候因为巴乌祖拉成瓦已经担任5年了，所以他就可以说要跟法王告假哦，请求这个卸下这样的职责，所以法王也得到了法王的同意，卸下了这个噶玛什努林佛学院的阿舍离的这个教职。那同时呢，法王就要从僧院当中呢，选一位这个学者担任新的阿舍离，所以最后呢，就由众多学者当中呢，决定就由阿里学者这个丘朗雷巴担任这个教授阿舍离。之后呢，在土狗年1536年，法王米觉多杰在噶千大营这个在楚布寺过年之后，就到了纽拉，就是列西令佛学院在的那个地方呢，在那里停留。那里本来就有这个列西令佛学院了，所以当时呢，随着大营来又有这个噶千噶玛什努林嘛，所以当时法王米觉多杰就指示这个纽拉列西令佛学院的学者，还有噶千大营这个佛学院就是噶玛什努林的学者呢，要依据这个教理哦，同时以这种辩论的方式哦，对于这个五部大论这个进行讨论。所以就在法王米觉多杰停留在这个纽拉这个地区的时候，两方佛学院呢就进行了很多次的长时间的这样的一种辩论跟研讨，所以法王呢也非常的欢喜。之后在1539年之后，法王跟噶千大营又迁移到仁部地区。那这时候法王呢，米居多杰就为噶玛什努林佛学院的学生呢传授他的著作《宪观大书》，就是至尊修习这部著作，还有当时的可以说藏地当中最著名的这个文学方面造诣特别高的著名的一位学者就是巴康义师，他呢也在这个噶千大营当中就担任教授梵文声明学3派就是吉分派、月八戒派和妙音派，还有很多声律学啊、修辞学、词藻学、30颂等等等等这些，他担任这样的文法方面学的这样的阿舍离。所以可以看到，在当时噶玛什努林佛学院里面最主要文法的这样的一个文法学的老师就是巴康义师。那么这个学院当中有没有培养出一些特殊的特别的学者呢？有的，是在1540年哦，就是当时在过了藏历新年，还有在这个有祈愿法会之后圆满之后，当时的这个第八哦，就是当地地区的就有点是领主哦的托杰瓦这样一个第八领主，托杰瓦他的一个亲人哦，可能是兄弟吧，他就跟随着法王米居多杰出家，然后得到法名是噶玛顿当杨大帕。
后来呢，他也就到噶玛蜀努林佛学院里面去读书，后来成为了这样一个毕业之后成为了一个学者，然后毕业之后就返乡，然后也在他的家乡就成立了脱节这个噶玛都扎林寺的佛学院。那这个佛学院的名称在我们上一堂课当中呢也有提到。那最主要就是当地的这个可以说第八就这样一个领主首领或者说这样一个他的亲人去出了家之后回来所建立的佛学院，所以也让可以说透过这个讲说辩论，让这个珍贵噶举的教法这个得以弘扬兴盛。所以之后呢，像是这个脱节的他的很多的这些亲戚也进入到这个佛学院中就读，后来也都顺利的完成了学业。那这也是一个这个教法佛学院这个弘扬得到很好的一个范例。之后呢，法王米支多杰和噶千大营呢，受到第八仁波巴的邀请说想3年的时间到这个后藏一些地方去但是法王没有同意，因为法王米支多杰总是想要住在一些极静处。但是呢，这个仁波巴虽然没有顺利邀请到，但因为他知道这个法王米支多杰非常注重噶玛蜀伦理佛学院的教学，还有辩论著作各个方面，而且希望那个对于学院各方面有所进步和提升。所以呢，第八呢总之呢就供养很多沙弥入寺但是这些小沙弥当中的学习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人，后来只有几位成为了这个学者。那后来在1540年又在几年时间，法王米支多杰呢也为噶千大营中的大众传授中观见，像阿底峡传承的发菩提心的一些教授等等，还有正法一义第一品法王他自己所写的注解等等。所以这在历史中都有很清楚记载据说当时因为噶玛蜀伦理佛学院也在这个大营当中一起嘛，是隶属于噶千大营的，所以自然呢他们也都跟随着一起有机会听闻到法王的课程。再来是第4点就是后来佛学院就搬到了雅堆，然后就常住在雅堆伦波冈这个地方。那这是在1543年的春季这时候法王跟还有噶千大营呢，就是受到了第八拉普巴坚巴的邀请就到了这个雅堆伦波冈这个地方。那这个第八呢，他就在法王还没来之前呢，他就已经把一个地方整好了，就让这个地方变得很平坦，而且呢也造林，而且呢也修复了一个龙王殿。总之就做了一个陵园，修建了一个流王
龙王殿，然后呢，并立起了一个石碑，石碑上就刻了一段文字，叫做“嘎切却给破章”，这是喜愿法功。它这个意思就是希望未来呢，法王噶玛巴能够在这里能够建立起一座噶玛巴的寺院，建立起一个噶玛巴的僧团，是有这样一个缘起哦。所以他就在这样一个陵院当中建立起这样一个石碑，上面还刻有这样的文字。那么后来，法王米居多杰还有噶千大营当中多位的这些主要的上师僧众们就来到这里加持开光。那总之呢，透过了各种这些仪式哦，就是为这个地方开光加持，然后并且呢就建立了整个寺院的地基。后来呢，就是噶玛大营的这个辩解学院或者是佛学院噶玛修隆林呢，就搬到了这个地方常住了。不然以前呢，这个佛学院它都是随着大营到处迁徙的，但从这个时候开始，它就已经一直常住在迁徙到这个地方来了。那首先呢，因为这里呢，地名叫雅堆，就是雅隆的上方，就是雅堆。再加上呢，因为缘起的关系哦，第八呢，他在那个石柱上写了噶切，有却给坡章，有这样的名称，所以这个佛学院在成立的时候，名称也就被通称为叫做雅堆的噶切噶玛雄路林。所以雅堆就是可以说是地名嘛，它就是雅隆这个地方的上方，这是雅堆，堆就是上面的是雅堆，然后噶切又加了雅堆，所以又加了噶切，噶切是因为有那个石柱上刻的一个名称的前面两个字噶切，再加上噶玛雄路林，所以整个名称就改成叫雅堆噶切噶玛雄路林。那么接着我想介绍一下这个雅堆这个地方的地理划分哦，还有它和这一位叫拉布巴坚。那首先呢，藏地有一个著名的雪山叫做亚拉香波雪山，那所以它这里流出的这样的一个水流就造成了这样一个雅隆雄，就是一个雅山所成的谷地山谷。那其中呢又分为上中下三区哦，那这个地方因为是属于雅堆，就是属于上区的意思，所以堆就是上区的意思。那么它的别名又叫做伦波康，是这样子，就叫雅堆伦波康。那这个地方呢，它的领主有一个宫殿或者说一个庄园，名称叫桑珠德千泽，或者因此也叫做桑地。那这里的这位第八首领，他的血统方面介绍，他为什么前面有一个叫腊呢？那这是因为呢，朗达玛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维松，一个是永颠。据说呢，这个拉布玛杰呢，他就是这个维松，就是的血脉，就是也叫做隐光但一般叫维松，藏音翻译的血脉。但是呢，依据这个另外一部传记当中的记载这个永颠的血脉有传至雅隆的赞普血脉，所以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所以这里也可以看到，过去
linga yebache andana singi mi水下边去linga yebache。在当时呢，那个地方有一个庄园，庄园中还有这样一个小池子，这样子。所以拉卜巴街呢，他总之就选了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个陵院，有就是有许多树木的，同时呢也有水流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选了一个很好的地方呢，就供养给这个法王，就建立了这样一个佛学院的所在地。接着呢是介绍一下噶擦噶玛雄卢林它的这个清规哦，或者是叫规章制度。那么在这个佛学院还在随着噶见大营移动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写下这一篇清规。当时这篇清规的标题就叫做噶切噶玛雄卢林最初于噶千世间言中之临时清规。所以这个清规呢很清楚哦，就是在当时这个佛学院还在随着噶见大营迁徙时哦，这还在噶见大营当中的时候由法王所赐予的。所以而且这里面有临时这两个字，可以推测出来说，意思就是法王米支多杰认为这个佛学院只是暂时在这个大营当中，未来有了常住的地方的时候就会迁往到那个地方，那时候才会给予一个正式的清规。再来第7个是佛学院所依跟能依的一些开光的部分。在1550年的时候，在藏历9月下旬还是在10月到10月的期间，法王米支多杰还有随着噶见大营又到了雅对这个地方。当时呢，这个佛学院大概大致都已经兴建完成，所以米支多杰就为噶玛雄卢林还有所有噶见大营的僧众呢传授第3世泡沫主巴坚噶扎巴楚内的一个部派史。同时呢，期间呢，佛学院的学者他们也透过这种难处讨论，还有甚至这个依据教理的辨析还有方式对于各大论点进行研讨。接着呢是刊印各种经典。接着在1553年左右，法王噶玛巴呢就指示巴乌祖拉陈瓦，在雅对的这个噶擦噶玛雄卢林佛学院中呢，说要刊印这个噶玛巴让种多杰的许多经典，像甚至内译这个字数，还有像噶玛巴缺扎嘉措的量论、逻辑海典，还有法王米支多杰自己的著作，像宪观大书等等这些典籍。当时呢，学院应该呢是也有刊印这个律经的大书。那当然，当时这些木刻版都没有了，但是呢，这些刊印出来的这些经典还有一些保存到现在，像其中一个就是律经的这个大书，现在还保存下来。
那访问米居多杰圆寂之后，那他的摄政呢，就是偏执相马巴棍丘延了。在他的弟子就是第九世噶玛巴旺丘多杰，在他的弟子就是相马巴确吉旺丘，在他的弟子是第10世噶玛巴确因多杰等等。那这每一代、这每一位大师的时代的时候，这个噶玛属伦理佛学院又是怎么样的延续和发展的情况，今天就不多说。接着是本来是第9个，就是说噶玛属努林最后是怎么样被这个破坏的，这部分就不多说。所以总之第9个就变成是第10个哦。就是噶登退桑第10个就是讲噶登有一个叫甘丹退桑达杰林，它的成立。那这是在有这么一个寺院，他在1651年，就是藏历11月的时候，第5世尊者他就到了雅隆地区哦，就兴建了这座甘丹退桑达杰林寺。它是属于这个13大寺之一哦，外地的13大寺之一。这座寺院呢，位在哪里呢？就是西藏自治区山南乃东县雅堆乡区德贡村，是现在西藏山南地区最大的一个格鲁派寺院之一。那一位图登维塞老师，那他做了一些研究，也到了这个寺院，也询问了这个寺院的僧人哦，就说可不可以请您说一下这个寺院的历史？他们就说到，在11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叫ရာ义师，叫多杰扎，好像建立了这个寺院。之后呢，到了公元17世纪的时候，第5世尊者又建立了这个寺院，大概内容就是这样子。因此呢，就说这个有什么样的证明哦？可以说，这个甘丹退桑达杰林其实就是过去是一座噶举的寺院，或者是就是过去的噶玛属努林呢？就是在首先怎么样证明它是一座噶举寺院呢？是在大殿2楼的护法殿当中，它有念诵集，在念诵集当中呢，还有第8世法王他撰写的这个马哈嘎拉的一个仪轨，就是施多玛的简略的仪轨，叫马大玛。另外里面还有这个噶举像噶举所有空行献供多玛的这个颂文，还有像土地神献白多玛的颂文。尤其呢，像这个空行供多玛的颂文当中，里面还有提到像洛卓龙啊，还有卓摩扎西次令马青啊，还有就是吉祥五天女啊，还有达拉巴吉冈波，就是达拉冈波啊，还有对龙楚卜等等这些名字，所以很精彩记载了噶举派的禅修地点和主要的大寺。所以但是僧人们好像没有特别留意这个部分。另外还有文化大革命之前呢，据说大殿内的旧的金刚总持像呢，还是噶举寺院过去噶举寺院时所塑造的那尊佛像，当然现在已经被毁坏了。所以上面呢，这里提到的，比如说雄鹿噶粹林在雅堆，然后后来是有这么一个格鲁的这个寺院呢，都是这有一位叫图登维瑟老师哦，可以说他不辞辛劳的当地去研访的内容。那为什么这里要讲到这个格鲁的寺院叫甘丹推桑达杰林呢？为什么要讲到这座寺院呢？是有原因的。
러바 가르도 슈비나黄山阿巴新比个让nam 도굴레 괴상기 就是怎么样可以很明确的证明说这个甘丹退桑打真令的前身就是嘎扎雄鹿林，因为呢，在第五世尊者他的一个自传当中哦，就有提到说，铁兔年噶举传承的遗迹改建之寺院甘丹达杰林，所以这里提到，对对不起，不是噶举，冈仓传承，不是噶举传承，铁兔冈仓传承。所以从这一句可以看到说，就是冈仓传承遗迹哦，就曾经有，后来变成了遗迹。那另外还有一种写法，就是说，譬如说，如果说冈仓传承不写这个遗迹，就说冈仓传承改成者的寺院的话，没有遗迹，意思就是说，可能这个寺院本来就有僧人，寺院建筑也还存在，它直接这个寺院变成了另外一个传承另外寺院。总之呢，这里是提到说它是遗迹改建之改成的这样一个寺院。所以呢，所以从这句看来，就是铁兔年就是公元1651年，也就是第五世尊者他到这个亚龙的时候，所以我猜想就是那时候，他就是在噶仓噶玛熟路林寺院的遗址上新建了甘丹推桑林寺，所以这在第四桑杰嘉措的一个历史源流当中记载的时间也是差不多的。那么，但这里的冈仓寺院就是噶玛噶举寺院冈仓寺院哦，为什么指的就是冈仓噶切雄鹿林寺呢？怎么样可以证明呢？因为在同样的尊者这部自传当中，后面更清楚的写到说，在铁基1681年，退桑达杰林在过去已有的基础上，也就是雅堆噶擦的遗址的寺院上，然后保留过去的一些遗迹，为了让善得以继续，然后修建寺院的主体、大殿上的拉章、东方的库房和周围的僧寮等等，有这样的记载。가서 퇴선 타게 말이야 나 인시 안다 안에 줄라가 사버신 안에 라브랑 사버신 롱가 사버신 안 차샤 사버신 나 인시 근데 손도와 드네도 디균산 때네 안에 다 야르데 하다 간데 퇴선 타게 린사디 바로 까마부 미규도 지기 차답샤베기 안에 가서所以从这一段里面啊，主要是提到当时有很多的这些一些遗留的东西哦，就总之就变成了给予了后来的这个退桑达杰林寺来使用，带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有这样很清楚可以记载说，这个可以说。甘丹达杰林寺呢，它的前身可以说就是我们噶举的冈仓噶举的这一座噶塞雄鹿林寺。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呢，看到噶举有这么多的冈仓噶举有这么多的佛学院哦，真的是非常的难得。过去可能都不知道有这么的佛学院，
但是呢，后来在几百年的时间当中啊，大家没有办法学到这些像第七世、第八世法王或者很多冈藏噶举的一些大师的这些注解的这些著作。但现在呢，可以说真的是大家又有机会可以读到了很多这些大师的著作了。而且现在又有这么多的佛学院啊，又新建起来了，所以真的现在在回顾过去的这些历史，看到第七世、第八世法王当时是佛学院是如此兴盛的那个时候，更是要珍惜哦。当然，那也就是一段历史了。当时的这些可以说没有什么寺院、佛学院遗留下来，所以更是要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现在能够在佛学院里面读书的，或者有这样子的经论在手边可以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放在心上。所以就记得，像第八世法王他要想要对我们的告诫，就是告诫哦，就是说，就是学修要并进，实修禅修是不容易的，你必须要有很扎实的这个文思，要有信心。你要有这种信心，也要有智慧，而且还有那种愿意一生投入于实修的这样子的精进。所以现在当然真的很难再有人是说我一生这种投入于实修了。当然，所以也绝对不能说就只是修持而不做文思哦，那样也会招致这个其他教派的一些批评。所以佛学院呢是非常的重要，而且在佛学院读书的时候，也要记得是学修是要并进的。而且呢，在阅读这些大经大论的时候，也真的是要懂得如何将融合结合这些历代祖师的这些思想哦，来用来解释这些经论，来做交流，来做解释，甚至当然最重要的是，首先作为自己真正实修的这样一个基础。而不是就是自己守护着就觉得说自宗的这些教法很珍贵很难得，就守护着它，然后也不去跟别人做交流，这样是没有任何的用处的。好的，那么今天呢大概就讲到这里。那我们最后就做回向。那度母的部分呢，各个寺院你们就自己念诵。我们首先做回向。好的，刚刚有一个投影忘了给大家看，这就是现在的甘丹退桑达杰林寺。
那明天呢是有课程的，所以明天见。